中央银行推动第7波的信用管制措施，加上申请买厝贷款也咧排队消化，目前买厝的市场有较冷落来。不动产资讯研究中心调查发现，10月北台湾预售厝，逐礼拜来看厝的人减少，有成交的平均一礼拜只有1组，而且10月财政部的申请按贷款的户数创下史上第2低。您怕你的贷款不会过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觉得都可以来看看，也许屋主这边都还可以再谈。一直联络客户想要约看厝，不过客户看厝意愿无悬，只好上网络为客户敲找适合的厝型，望冲关买厝交易量。自从央行推出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，嘛互房市透冷风。2、3天都会有带看客人看房子的机会，但是现在呢，1个礼拜有1通电话，其实就要偷笑了。可能半个月你有带看1组，搞不好现在可能都没有。财政部公布10月份申请按房贷统计，受理金额是大票367.34亿，受理户数仅4599户，毋但月减12.81%，佫创下申请按上路以来第2低水准。有民众讲，因为看无房价下落，国家申请房贷可能爱排队，买厝的计划只好先划停。钱就已经不够了，不够买了，想要去借嘛，可是借又借不到，或是借又要等很久之类的，那根本就不用玩啊，根本就没有得买房啊！有不动产资讯研究中心调查发现，北台湾10月预售厝的市场，一礼拜平均来客组数，为今年顶半年的30至40组，降到一礼拜16.8组，平均成交组数为4组至5组，降到仅剩1组。买方大致上都在期待所谓的降价，但是呢，在建商这一块来说的话，事实上仍然会去认为说呢，现阶段他们可能大致上都是以低首付来去做应对，但是呢，在降价上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因此呢，现阶段可能在买卖双方上面就有所谓的僵持的特性，而导致于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买气上面就有明显的衰退哦。专家指出，明年1月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了后，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变化。国家各银行还佫伫消化贷款条件，未来台湾房市的走向，可能都要听候明年下半年起草才较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